2016年，台南大地震大湾武隆宫距离放落去的维管大楼只有100公尺。现在大楼虽然已经原地重建完成，不过武隆宫注意回想过去因只有门窗断去，光明灯煞位，其他零条结构拢无受损，102位神尊嘛拢无震动。特别伫5周年的即刻，透过当时监视器的全记录，共同见证献武上帝信者将灾情降到上低。本地维管大楼倒是成安倒案都西边，过来，即个咱献武上帝因5尊兄弟献武上帝、真武大帝、真武上帝、利言上帝、五级上帝伊甲怎啊甲怎啊插加塔案都，即个朝向永大路2段的正东方，甲即种灾害降落来上低安尼。当然是即个庙方咱这门窗咱这门窗楼顶楼骹即个用上帝跟献武上帝遮咱有即个光碟片安尼。那一刹那安尼夹，像自动像拍开上即份安尼，但是迄门窗拢结断了。当然新德伊有讲即个因为离咱遮足近即个新德秉持着咱讲的即个爱大显神威，甲即种灾害降落来上低。大湾武隆宫为了感念玉皇上帝赐福，除了描写关怀弱势民众为先神大德消灾祈福，迎接新的一冬，庙方将伫7到15举办点灯过7星平安桥，要100块地当拨发财金，互信徒开门见财，有机会抽高级电动机车。以过去2冬办过经验，即摆将经盛放空前。农历正月初1到15伫咱的广场拢举办着点光明灯、文昌灯、财神灯、太岁灯，个斗灯，当然也有过7星平安桥。上主要咱有拨即个发财金，今年上特别的咱的即个拨即个GoGo高级即个电动机车100块，100块。农历正7到18，主要你100块等下满3杯后壁即个券就等即个满3杯的准决赛权。等即个农历正月19，拄拜六迄个早就开始 PK。迎接好年的7到15，只要到庙内连拔3圣杯，就当得到敬杯资格，嘛祈求献武上帝继续保庇信众阖家平安。台南新闻军及林英光采访报道。